相关文献呢出来给予说明。那根据我初步的看法，其实每一个阵头背后都会牵扯到地方士绅。因为呢，地方士绅通常透过庙宇的运作跟庆典活动，去展现他的影响力。所以呢，如果你是讨论家族史还是社区史，必然也会碰到这个问题。只是说以往比较没有从这个阵头这个角度去看人权组织跟人际关系的运作，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呢应该要把阵头的文化史研究跟历史研究应该要努力的去推进。那我就是举一个宋江镇的这个例子。那在这里例子里面呢，我当然是比较常见的像那个片冈营的台湾风俗志，还有所谓的寺庙排站，就是像嘉义的这个寺庙排站。但这中间呢，